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首先，呢個係大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可以放個鞋櫃，呢邊係飯廳。可以擺個6至8人飯台，廚房係緊廚，有爐頭、抽油煙機、焗爐、雪櫃。客廳位置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，前邊就有個露台，可以欣賞到成個城門河嘅景觀，非常開揚壯麗。洗手間有洗機同燙衫板，企缸設計，方便入